好 ，OK。咱顶回读到11页了吼。哦，一滴仔冷。咱读到志勤甲阿姑因的对话啦吼，关系着要含就是要嫁入个大川市，因要嫁入去大川家吼，迄个代志，因的对话吼。顶回读到第11页，倒位呢？第11页尾仔算过来，第二即个阿姑所讲的话吼。我看袂到芭比，我看伊有立版，又看袂到吼。好，你嘛看到，阮甲恁熟做主持人吼，互恁帮我斗看一下。芭比你若方便则倒读啦吼，无方便不要紧。好，咱读到第11页吼，尾仔算过来，即个阿姑讲，迄个是为着行毋着应该离的吼，即只吼，阿姑所讲的。第11页尾仔算过来，第2个阿姑所讲的即段吼。所以话使你讲是义气的男子，才会晓安尼做法吼。讲即个为虾米大选市调即个吼，讲是义气的男子啦，人查某人做毋对就对啦吼。好，咱对遮开始后一句吼，志勤所讲的，咱开始读起吼。志勤讲，当要安怎吼？即个安怎有两种写法，有诶写迄个按，有诶写第三声按吼。所以有诶写第二声啦，有诶写第三声。即马即只是写第三声吼按。第二声读做按，但是变调爱读做，阮会变调读做按吼。所以你若写第二声，就读做当要安怎吼？是讲伊若即马写第三声，就读做变调读做按吼。当要安怎吼？所以有人讲安怎，有人讲安怎吼，拢会使。当要安怎吼？志勤则毋知啦。进前志勤是惊嘛，烦恼讲人个毋知啥物大家，啥物好人家吼，嫁到遐，万一若阮即种诶，嫁到遐就回头桥就甲你送倒来吼。结果阿姑讲，毋是人个。离迄个是有原因的吼，迄个是迄个查某甲你行毋着，所以志勤就问讲当要安怎吼？阿姑就讲吼，当就是即马啦吼，这台语口语内底讲当，讲口语无定，即个是算文言字咧。当 OK， 一般人汉字写做今日迄个今啦吼，当总是。因缘天注定吼，即句话大家足常听着。我记敢若有一出连续剧，就是因缘天注定吼，因缘吼，因缘毋是因缘吼，因缘吼 ，in 吼，毋是 im 吼，读做 im 起来，因缘天注定吼。总是就是，我真正袂晓解释。讲就晓讲，袂晓讲。总是因缘天注定。我即马搁试即个啥台湾日记资料库吼，嘛是搁开袂起来吼，我遮拢开袂起来。咱来查一下总是吼。伊是读总
哦，歹势是第二声啦，总是啦吼，我读毋对去，总是吼，总是。总是有两个意思啦吼。第一个意思是虽然吼 ，though although 吼 ，but 吼，你安尼讲总是我无爱去吼。虽然你安尼讲啦，总是我无爱去吼，总是吼。另外是第二个意思是结局吼，总是你毋着，总是你毋着，才互人讲东讲西吼。总是你毋对，结局啦吼，一定是你啦吼。总是你毋对，才互人讲东讲西。啊，即马伫遮呢，总是因缘天注定吼。结局是吼，结局是这应该是第二个意思吼，一定是啦吼。总是因缘天注定吼。好，咱继续读咧吼。迄头的内容，你着也知影。你打算也无白兄通注意。我一个毋正姑，甲你答应就是吼。好，即个迄头，即个迄字为虾米小写？可能是typo步啦吼，伊就已经拍一个迄个句点嘛吼。句点嘛，应该读句点吼，句点。啊，后壁应该是爱大写啦。迄头的内容，你着也知影吼。迄头就是台川家嘛吼，因迄边的内容，即个意思，当然逐个华语拢会晓共意思啦吼。内容，迄头的内容你着也知影，迄头是生做圆啊扁，迄头是啥物款的人家你拢知影吼。你着也知影吼，就是你拢嘛知影啦吼，你着也知影吼，你拢嘛知影，即卖口语内底讲话，逐个较袂晓讲安尼讲吼，你着也知影，拢讲啊，你拢嘛知影，你一定知影，你拢嘛知影吼。迄头的内容，你都也知影，多就是多少啦吼，多少迄个多啦吼，多物件。多少迄个多吼，也就是to 啦吼 ，as well 吼。迄头的内容你都也知影吼。你打算也无白兄通注意吼。你打，即个打咱已经出现3遍了吼。哎呦，拄则迄个声啥物意思？吼，你打头前第一个打志勤讲打要安怎吼？即马要安怎？阿姑讲打嘛是讲即马吼，即马总是因缘天注定吼，结局就是安尼嘛吼。即马过来第3句讲，你打算也无白兄通注意吼，就是即马，拢是即马啦，打就是干那即马即个意思尔。咱来查一下打字吼，这字也会晓用呢。打现金，吼，佫有一个已经好啦吼。我感觉伊即个鬼说诚好，就是伊甲我拄则感觉小可迄种足微细迄种差异吼。鬼说出来，咱来看第一个打即嘛现金吼。即大家拢会晓吼，到呾也毋知吼，到即嘛也毋知吼。呾住伫倒位，你即嘛住伫倒位吼。第二个讲已经好啦吼，呾几点啊？吼，就是即嘛都已经几点啊？吼，当然嘛是即嘛啦吼，呾几点啊？就是已经几点啊？吼，呾来去哦，吼。
打来去哦。我是安尼读啦吼，我毋知伊即个去是读轻声嘛吼。我看你个 YT 顶悬画面无叮当，为什么无叮当呢？哦，因为我等下吼，无叮当，为什么伊拢调伫即页呢？调伫即页，等我要安怎切换？金条点开，金条点开，无效。我若甲这停落来，我着爱搁登录的款呢。停止，变成二线。不，嘛是搁安尼呢。我只好规个停起来，停开啦吼。停止是 OK。好，甲即个画面放较上大吼。好，我即马切过来吼。打现金或者是已经好啦吼。打几点啊？吼，打来去吼。我会读个来去啦吼，这是我平常讲话惯势吼。打来去吼，就是即嘛好走啊吼。这足微细的差别啊！讲实在，我拄则嘛是拢讲犯做即嘛吼，即嘛几点吼，打几点吼，用已经几点吼。啊，咱转来遮吼，你打算也无爸兄通注意吼，就是嘛是会当讲是已经啦吼。吼，你已经即嘛算是无爸兄通注意吼，就是打好。你打算也无，即个也过来啊吼，即个也用遮多，咱来看一下吼。也第七声，我拄则切换画面有啦，有切。也第七声，遮两个大字大字顶有两个吼，一个是类似等语气较轻吼，也吼。另外一个是，就是我拄仔讲 to as well 吼，嘛吼，即个也好，叫也袂行吼，骂也袂听吼，骂也袂听吼，叫也袂行，骂也袂听吼。啊，这拢会使换做讲叫嘛袂行，骂嘛袂听，用骂来解说嘛吼。另外是检视吼，翻语啦吼，敢是安尼吼。有也好，无也好，这是有嘛好，无嘛好嘛吼。这是第二个是，迄也是，迄条也通讲，敢好讲安尼吼，也敢讲吼，翻语啦吼，翻文字啦吼。
咱伫遮学着是算啥呢？所以有三种三种意思第一个是语气较轻的也类似啦就是即个类似就是土啊即个嘛就毋是啊嘛，毋是土，即个嘛好，即个也好，即个嘛是啥物意思啊？即个是土，即个也是土放较大咧。哇，变遮大。好，我搁等下对即个苹果的即个起步是无解释好，写做伙啦一个是也，一个是土嘛一个是，即个也要安怎讲呢？木，啥物木嘛就是嘛是土嘛你若用日语内底木就是啥物是地木木，马达，木马达即个也好，これも良い即个就是as well 叫也毋惊，骂也毋听这就是我看卖，我要看的是即个句子。読んでも嘛是も嘛読んでも行かないしかでも聞かない这是呀，对，嘛是も嘛as well，有也好，无也好，这あってもよし，なくてもよし拢是も。第二个梵语，所以即个も含即个も有啥无共？其实我都看无你这个伊卡鲁西，毋知了解的人再甲我讲。第二个梵语讲阿尼，都是的知啦为虾米啦迄也是。迄条也通讲会当用即一寡音来替换啦也迄条也通讲，迄条通讲，你若变通讲，我就毋捌听过啦第三声迄条通讲，迄条也。读第七声有啦，若要变调变第二声，我较毋捌安尼讲也通讲，也通讲较无。好，咱转来接一下你当算也无爸兄通主意即只也是啥物意思呢？这应该毋是梵语啦毋是迄个减毋是迄个减通讲迄个意思毋是。你当也无爸兄通主意，也无。我毋知呢，各位要安怎解释？即种字我实在感觉读甲足疼即种高一字的即种词啦什物对啦、倒啦也啦这我实在是无法度。你当算也无爸兄通主意爸兄就是老爸甲兄弟啦无老爸兄弟甲你注意我
即个毋正姑，甲你答应就是吼。毋正姑是自谦啦吼。毋正姑要安怎解释？毋正阿姑，不成才啦吼。毋正阿姑，我即个毋正姑，甲你答应就是吼，替你来答应大川因因所提亲啦吼，就是啊啦吼，就是吼。就是伫平常时咱台语要安怎讲？CHIU 第七声，C 第七声，就是吼，就是吼。我拄则讲另外即个道理吼，我原来读较足疼，毋知要安怎解释啦，用是拢会晓用，袂晓解释吼。好，我角就是吼，我角遐就是咯 ，right at the corner 吼，我就是生理人吼。我就是生理人吼，就是你毋对，就是你毋对，才互人讲吼，就是你毋对啦吼。我袂晓解释，就是啦。好，来，咱来读一下这啦吼，我看一下。好，基本盘吼，来，当要安怎吼？当要安怎开始？来，芭比，当要安怎？当要安怎？来，译文。当要安怎？这大家拢会晓啦，马文。当要安怎？丽君。当要安怎？玉玲。当要安怎？来，Sunny，你若方便。我来啊。当要安怎？吼，有两种读法无毋对啦吼，要安怎拢会使吼。阿姑讲，当总是因缘天注定吼，这大家拢晓。来，芭比。当总是因缘天注定。玉文。当总是因缘天注定。来，马文。阿公讲的即四句话吼，应该是头前两句是一个句点啦。所以，总是因缘天注定，迄个是坎嘛。OK。后壁就接迄头的内容，你也就知影，你大概知影迄头为啥小写是安。OK， 了解。阿公正讲四句话嘛，就头前两句一个句点，后壁两句句点安尼。了解。所以头前四句。对。总是因缘天注定。坎嘛吼，因为迄印刷的关系啦，这是古早印刷吼。过来，丽君。我毋知影文稿对到倒啊。后来，第11页你有看到无？有。第11页最后一句，最后一段是阿姑所讲的即段开始吼。当总是因缘天注定。当总是因缘天注定。我想看觅，你的读法是啥物款的变调？总是。当总是因缘天注定。是。我的腔特别奇怪，我毋知。袂伊的奇怪。伊的总是甲迄个总变调变第一调尔啦。伊本正是第二调嘛，就是当做一般的词安尼，就是两字合作一个词嘛。OK， 我知影，伊是南部腔的变调啊，吼 ，OK， 好，好来，玉玲。当总是因缘天注定。
好，我个人改听他，总是应该会使吧？我无解清楚啊，我毋是教育部即个台语教是种啥物？我对迄种诶无兴趣啦吼，我对迄种正音法无兴趣啦吼。啊，我知影因即足重视即有诶无诶，我对即实在是感觉迄无介重要啦吼。啊，当然你注重诶人，你去注意是对啦吼。但总是因缘天注定吼。过来，Sunny。伊讲伊无法度读，哦，所以讲伊无方便。好，了解。来，迄头诶内容你倒也知影，芭比。我若无问题，嘿，可能玉文迄头诶内容，来，芭比来开始。迄头诶内容，你着也知影。嘿，你倒也知影即个倒，你读倒诶时阵，就是 TOH， 就是 TOH 和倒吼，其实是有差别诶吼。等下再来，咱头先甲读过，来，玉文。迄头诶内容，你都也知影。我看我先讲一下吼。马文，这你有清楚无？倒甲倒是有差别的啦吼，即只是啥倒啦吼。TOH 嘿，TOH 和 TO 是有差别的。啊，对只芭比读的时阵可能顿地还是收缩。毋是。伊迄个 H 的尾啊 ，H 的尾确实有影有当阵就是有诶人吼，该读 TOH 要读对 TO， 啊该读 TO 就读对 TOH， 因为迄脑是开诶，所以就是会较无法度掌握。啊，当然，顺顺啊读去，都也知影，吼，啊你啊读也知影，就变 TOH。芭比所读诶，其实是一般人所惯习诶讲法啦，吼，拢读做倒吼。你倒也知影，你倒毋知吼，迄个倒迄种表达法吼，是咱即马足惯习，而且足大部分人拢会晓，但是倒即马大部分人已经拢袂晓安尼讲吼。迄头诶内容，你倒也知影。当然，即个倒就是倒晓吼。你倒也知影，就是你拢知影嘛，大部分你拢知。即只倒是做吼，所以就是讲你拢知影，大部分你拢知嘛吼。但是你若读你倒也知影，你倒也知影诶时阵，就是迄个倒毋是倒啊吼，和做少无关系啊，就是讲。迄头诶内容，你嘛是知嘛吼，啊知偌济毋知，你嘛是知，就是迄个也诶意思伫遮尔，啊即个倒变成一个助词，其实是无啥物意思啦吼。我毋知即个查词典字典会当查出来袂吼，试看觅啊。先查即个倒哩吼。说歹势，应该是第8声才对啦。吼，这是即个倒哩吼，你倒有人读着啦吼，你着吼，就是即只吼，共意思共一个字啦吼，就是有诶读倒，有诶读倒，有诶读着啦吼。啊，即个意思呢，为虾米即马逐个人都拢会晓？因为太侪太常用诶伫台语内底，根本就是平常时一直用着，你根本咧讲着时阵，你完全你都无感觉即个字有啥物重要吼。是太常用诶吼，4、5、6、7、8甲11个场合有发即款诶音吼，毋过泉州迄较侪吼，就是阮泉州腔咧读倒较侪啦，啊，咱即个漳州腔就读着较侪吼，啊，所以伊诶意思伫4、5、6、7、8就爱读做即个着字，才有回色。咱来看 TIOH 吼，4、5、6、7、8嘛吼，4、5、6、7、8咱是看。意思是有13个啦吼，你看即个字用偌济，用甲我袂晓过思，我真正会晓用袂晓过思吼。4、5、6、7、8，咱先甲4、5、6、7、8看一下吼。需要表示命令吼，若安怎则安怎，
表示他动词的动作的结果，表示助动词的动作的结果。这两个有啥无？两个拢有对啊，是动作的结果啦吼。就安怎就是安怎。第九，主要放伫副词、形容词的顶面，或者是说明动作的结果，佮附带条件的假定吼，真复杂。咱看例词就好啦吼。第四，需要，着力吼，着力，需要开力啦吼，着力。要过去厦门着一年一日吼，要过去厦门着需要一年一日吼。起一间厝着1000箍，1000元啦吼。起一间厝需要1000元吼。第五个意思，表示命令吼。你着去吼，你着紧来吼，着起来吼，拢着说吼，这是命令，拢一定爱啦 ，must 吼 ，should 吼。你着较骨力的吼，你着毋通讲吼，这是着。各位，咱咧过说时先会记咱为虾米讲会讲起即字讲，你倒也知影，你想看觅吼。若要用迄个着字来讲嘛是会使，用即个着字来讲嘛是，你着也知影，但是迄意思是啥物？是倒一个？是4、5、6、7、8倒一个吼？你想看觅吼？你着去吼。第六是啥物？甲啥物伊对应吼？甲即个接着就对啦吼。接安怎才对啦吼？毋是歹势是。着安怎才安怎啦吼？着你去才有看例句就知影吼。着你去才有才工吼，所以是对应。若是安怎才安怎？着你去才有才工，就是讲，若是你去才有才工吼。着先拍定才有稳当吼。若是有拍定才有稳当吼。着有涵养的人才有通做先生吼，着甲才吼对应就对啦吼。若是有安怎才安怎吼？这若英语的句型要哪讲？句型就是then， 这只后壁是 then 吼，头前要哪讲？头前都是直接讲尔吼。好，第七，表示他动词的动作结果。其实我毋知影，这文化物件我看无，咱看例句就好。闹着军吼，犯着规矩，捡着银，趁着大钱，掠着贼，得着家伙。我讲着即句的时阵，我想着有一句歌词吼。有情义，有人讲迄毋是台语的讲法，讲啥？黄昏的故乡讲叫着我去，叫着我有啊吼，叫着我，是毋是无符合台语的文化咧？我无介清楚，但是你是伫遮看会到是他动词的动作结果吼。闹着军，犯着规矩，头前迄种动词嘛吼，闹是迄个嘛吼，闹是动词嘛吼。犯吼动词，扣吼，拢爱变调，所以即个闹爱变调，变做闹着军吼，犯着规矩啦吼，扣着银，趁着大钱吼，掠着贼，得着家伙。第八，表示助动词的动作结果，接着伊的批，船靠着沙，哎哟。即咱定定伫咧读即个荷兰野生日志，定定读着吼。船，咱讲即个，伊叫啥？搁浅吼，靠着沙啦吼。船靠着沙吼，压着雨，拄着朋友，见着头家。头前嘛拢动词啦吼，即叫做助动词。我看觅助动词、他动词我分袂清楚，伫台语内底。佫有分这两种，我都毋知吼。助动词、他动词，安尼了解。头前即个闹、犯、扣，我感觉嘛是
自动词啊，为什么伊讲他动词？趁钱、掠贼、得到机会。好，内行甲我小甲我指教一下吼，甲我指点一下，阮真正袂晓吼，拜托人甲咱看教。你讲迄个第七，敢若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哟。烧着手嘛，因为烧着一般是拢讲，可比讲烧金、烧香，还是开假事，迄个瞬间去有着你，就是一定有一个反射动作会伤抽起来，过迄个瞬间就烧着嘛。因为你无可能甲你的手摕去烘啊，你烘吧一直淡淡咧烘嘛，过你家己的手去烧着，一定是一个瞬间嘛，因为反射就抽起来。烧着手伫地，我若无看着。你拄仔念的迄个念，烧着手掠着贼，趁着钱啊，迄是一个状态。无烧着手啊，哪有烧着手？是为啥我咧看的？我看了猜遮济。犯规矩捡着阮啊吼，还是你？犯着规矩嘛，迄个状态嘛。烧着手伫。钱掠着贼。啊，烧着手伫倒？烧着手是我只个例，我只个例啦，我只有3个例是，甲你共款的，就是。有3个，有2个共款，就是捡着钱。你遐个例是啥物？我听无？你遐个例是啥物意思？你手头。一本字书顶本段。哦，你手头另外。一本纸本。纸本的。纸本的。代理大书店咯。嘿。OK，好。算东风顶嘛，就是伫即个范围内底的，伊就是拄仔记即3个例，就是捡着钱、掠着贼，中仔就是烧着手。你拄仔读的就是拄仔含。掠着贼，捡着钱是共一个类型嘛，所以你拄仔念着例，可讲1、2、3、4，可讲4个好啊。我的可能是1、3、5，第5个例安尼，就是有一个烧着手，是算第7个。你拄仔念迄算第7类型哟，迄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嘛。因咧讲，文系咧写迄首歌，我袂记文系无，大家拢读着。伊就讲迄句话，伊嘛知影讲。可能无符合台语的语法，讲叫着我，因为迄个歌词是日语用得路的意思，一直持续当咧叫我，用得路迄是咧用得路，毋过你家写做台语歌词的时阵啊，伊就讲啊，要甲唱咧叫我，伊感觉无符合迄个 melody， 所以伊就照用其他即个尾调的句法用伫咧遮。伊嘛知影讲，这可能无符合台语的语法，这差不多是因有伫认捌台语语法写台语歌词的人，目前大部分的可能低头皮啥，就是讲，这个叫着我应该就是第一个错误，就是第一届出现就对啊啦，后壁迄足侪歌词若是尾调的吼，拢其实应该是用咧尾啦，毋过就是。无一定，逐个尾调拢错误，有袂少是错误无毋对，毋过就是因就一直找，这人安尼写，搁较真就有人写，无较真有人写，即马就是红粉的故乡，即首歌的头前即3字就是红顶顶，无符合迄个台语的语法，毋过嘛无去影响着即首歌的迄个啥成就安尼，所以大概迄个尾调是即个状态，拄则记的遐个咧就是调，搁头前迄度的变化。以上。感谢马文吼，我咧找马文讲的伊的版本是倒位啊？对一本你讲叫做东风什么？叫做东风台湾话书店。我用即个找台语内底无收即本吼，所以我无法度看即本的内容。为什么我看即本的内容呢？我要看即本内容是要看你拄则讲的持续甲无持续吼，即个动词持续的动词甲无持续的动词是毋是伫遮用着的无共吼？因为第7类是他动词啦，我真正看无伫遮即个为什么即个叫做他动词？他动词的意思是讲，毋是我咧。叮当是别人叮当，毋是我咧动作，是别人咧动作吼。但是譬如讲，捞着棍，犯着规矩，捡着银，趁着大钱，掠着贼，这可能我
主词可能就是我本人啊，这自动词敢袂使，应该嘛是拢会使吼。看无吼，得到机会。啊，但是拄则讲有持续无持续吼，你讲的时阵，这我都会当理解吼。比如讲，烧着手，烧是一个持续的动词吼。啊，但是后壁即个讲，捡着银，趁着大钱吼，这拢是一个一阵仔的动作吼，一时仔动作尔吼，家己就无啊吼。留着军一时仔尔吼，犯着规矩一时仔尔，捡着银就是捡着迄个动作是迄点尔吼。趁着大钱就是即当阵即点尔吼。掠着菜是一个足倒的动作吼，即当阵掠着安尼，即拢有当理解。啊，但是烧着手可能就是会当是，其实烧着手嘛是一个，我无一定认为讲一直持续，但是叫着我，迄个要表达讲是迄个你持续咧叫我，伫台语的表达袂讲叫着我是讲得叫我吼，得叫我。啊，若用来即只，怪怪，即只拢无法度用嘛吼，即只。你个第八个例句有啥？嘿。第八个例句。第八是比如讲，接着伊的批，船靠着山，压着雨，拄着朋友，见着头家。我等于就感觉第八才是他动词啊，接着伊的批，当然这个接是我本身啦吼。船靠着山，这就他动词，压着雨，去互雨压着，拄着朋友。去拄着朋友，这主动词嘛是会使，我就想无。我对。是伊迄个主动他动是伊用日语的迄个语法来解说。对，就是讲日语内底，你若对即种主动词、他动词有概念的人就知影。啊，我这方面我就较毋知啦吼。我知影日语有主动词、他动词，但是我一直毋知影就啥物款叫做主动词，啥物款叫他动词，我无真少去学过吼。好，歹势啦吼，伫即只大家知影讲有这分别吼。啊，但是两个拢会使用对啊，所以到底差别伫倒位？无差别嘛？对我。在我看甲第七、第八是相款的物件，无啥物差别吼。接着伊的批，船靠着山吼，压着雨，拄着朋友，见着头家吼，即拢是。拄则即个歹势吼，我袂记咧。大力大。你就是咧讲O含 TO 含 TOH 迄个侦查啦。TOH 的背写吼。伊原本是。TO 嘛，只是讲你读念的时阵，可能会读对 TOH。TOH 是一个大对 ，TOH 是一个大对目啦吼。讲几点钟嘛讲袂了吼。4、5、6、7、8、9，第9咱来看第9。主要放伫复数形容词的顶面，或者是说明动作的结果，搁附大条件的家庭。哇，这是太复杂了。咱来看例句了，直接看吼。讲着拢是无影吼，这是安怎读啊？讲着拢是无影，穿着外脚，看着真水，食着真苦，听着不知心息。可能爱读原调第8声啦吼，因为我袂管去变调吼，讲着拢是无影。拢看来是形容词嘛，食着真好食，嘿，啊看着真水安尼啊，嘿，看着真水，食着真甜，嘿，应该是读本调，读第8声吼，听着不知心息吼。拢是啥物？叫做主要放伫复数形容词的顶面，哦，或者是说明动作的结果，吼，搁附大条件的家庭，吼，啊，拢是头前吼，着拢是吼，爱着，真水着真水吼，着真苦，食着真苦，看着真水吼，听着不知心息吼。
即要安怎用啥物词来代替啊？你若平常时要甲解说互人听，讲着拢是无影，你要安怎用别个词来、别个话句来讲呢？讲着拢是无影，迄讲诶拢无影啦，吼。但是这是讲着拢是无影，所以即个着哩吼，实在足歹去解说。穿着家己叫家己叫。款解说记诶即几个咧，可能会使用下吧，食诶啊。因为都讲食着爱叫嘛。食着真看着真水，食着真甜啥。伫即搭遮咧，可能会使用下来代替。意思袂差太多，对无？食这我食落了，这食拢爱叫安尼。吼这食我食落了，你若食落安尼，磨嘴安尼，就是伊即摆即趴即3-5分钟讲后壁讲拢是属于形容词，所以你只要可能变做复数。咱若5分钟、10分钟进行讲的迄个着后壁拢是名词，接着批。靠着山，见着头家，啥物着啥，迄后壁拢是名词。即摆即3分钟讲看着真水，食着爱叫，看着真水，食着爱叫，就是美着，后壁是加形容词，即个着就等于是一个复数的状态，还是安怎？含拄则迄个掠着菜，捡着钱，压着雨，迄无相款。虽然拢是着，迄个着字的读音可能有个人读多，有人读啥，毋过伫即摆即10分钟的讨论内底，就是分前半段含现主是一趴，大概有安尼精彩。好，就是头前7倍后壁接名词，到后壁是接形容词、复数吼，或者就是做adverb 吼。7倍是袂当讲是 adjective， 伊后壁接名词啦吼，应该是一种概述吧，我咧想。概述啦吼，第7、第8，第9是迄个复数吼 adverb 吼，做安尼用就对了吼。伫咧咱平常台语表达来太接用的吼，着还是倒吼，拢是吼，阮即个腔口叫做倒吼，讲得拢是无影，穿得拢穿得家叫吼，看得真水吼，食得真苦。即个倒呢含倒，要安怎差别伫倒位呢？咱来看倒，我只看一下时间呢。倒就是全部全言，就知影吼，有6个意思啦吼，全部全言吼。第2，连啥物也安怎吼。所以嘛是 as well 的意思啦吼，咱兼看一下例句吼，较袂讲毋知影意思。第1个全部全言，这较理解，较容易理解吼。这是啥？大家都真敖讲吼，大家拢真敖讲吼，这个是拢的是，我拄则讲拢嘛吼，所以拄则咱即只吼，你拢嘛知影吼，大川是因兜是安怎的内容，你都也知影，就是你拢嘛知影吼，就是即个全部全言都吼，所以即个都含迄个都，其实是无共意思啦吼。所以为虾米拄则爸比读都，我就会明显的知影讲，你是干那惯势甲平常台语讲的迄种读法讲出来，但是毋是伫即只的意思，伫即只的意思是无共的。伊写倒是要表达讲全部全言吼。咱用这样的句时间来讲这2字，就是为着要互你理解讲，其实这是无共意思的，伫咧表达上是无共意思的吼。好，咱来甲例句看了啦吼。大家都真敖讲吼。凊彩时都无要紧吼，凊彩时都无随时拢无要紧吼 ，whenever 啦吼。通过找都无，通过找都无吼，规条街仔找过啊拢无吼。当然你会使讲通过找都无吼，嘛是会使读，应该安尼讲啦吼。你伫即只倒，你用 TOH 第8声来
替换拢总会使，拢总会讲会通，但是意思是无啥共吼，拢总讲会通，吼，咱等下就能来甲换过吼。我都毋知，我完全毋知，伊都毋趁我诶话，伊完全毋听我诶话，一句话都毋讲，一句话完全拢无讲吼。啊，你若用 TOH 第八声，拢会讲会通。咱搁读一遍吼，大家都真敖讲，凊彩时都无要紧，通过找都无，我都毋知，伊都毋趁我诶话，啊，伊一句话都毋讲吼，这。拄则安尼读法，和拄则迄个倒诶读法有啥物差别？咱来解释者吼。大家都真敖讲，大家都已经是就是学啊嘛吼，啊都真敖讲，所以即个都真敖讲，拄则有讲着都真敖，这是形容词，所以敢若做副 adverb 来用尔，即个 adverb 诶词尔吼。大家都真敖讲，凊彩时都无要紧，无要紧嘛是形容词嘛吼。凊彩时都无要紧。通过找就无嘛是形容词吼，拢做副词来用。我都毋知吼，动词诶头前吼，动词头前拄则是动词头前佫会记诶，我希望我佫记诶吼。动词诶头前说明动作诶结果啦吼，附带条件吼，动作诶结果啦吼，这嘛是拢动作诶结果嘛吼。所以对你就是有动作的结果吼，我都毋知吼。这只毋是动作的结果，这只是干那复数尔吼。伊都毋趁我的话吼，一句话都毋讲吼。拄则这只敢有？需要。表示命令，你就去。好，我毋知影是，因为这只是动词刻伫头前嘛，这拢是7、8、9拢动词刻伫头前。啊，但是头前这个4、5、6、7是动词，看下佫无解适应吼。就是这只我都毋知吼。就是不要解释，我袂晓啊，会晓讲袂晓解释吼。我都毋知，伊都毋趁我诶话安尼吼。好，这是倒，过来是第二个倒，是连啥物也安怎吼 ？as well， 囡仔都会晓得吼，囡仔拢会晓得啦吼，免讲大人吼，就算是囡仔嘛会晓诶吼。这只毋是干那弄尔，是就算是囡仔嘛会晓得，免讲是大人吼。所以这个就算是安怎吼，连啥物，even though even 安怎 even the child knows 吼，啊免讲是大人吼。英语变来表达啥一时也袂记，一丝毫都袂做得吼，完全袂做得吼。连啥物我看嘛，伊即只是讲连啥物也安怎，一丝毫连一丝毫嘛袂使吼，就是安尼。搁较寒都毋惊吼，搁较寒都毋惊，鸡卵肉肉都有芳吼，我都穿一领尔吼，我都穿一领尔，你若要穿2领吼。第三个是已经吼，第四是已经决定或者是有期的代志，对方表示相反的意思的时所讲的话，咱来看一下。第三是已经发生，人客头拄仔就转去啦，人客头拄仔就转去啦吼，我就知影批袂到吼，就是已经，这我无法度理解，人客头拄仔就转去啦，已经转去啦吼，我就知影批袂到，我已经知影批也袂到吼。对啦，已经啦吼，我就知影人客都转去啦吼。你嘿，你讲。毋知是因为无共的编者，伊对遐个语词、语类的语感无相款，还是安怎？嘿。
即个图是讲到遮，咱已经讲超过3分钟、5分钟以上，1%吼1%。嘿。阿权记的咧，伊是刚有一个算讲，伊种字词典就变，要做啥物用的时阵，有遮个例安尼。伊拄则记着讲，人客就转去遐嘛吼。嘿。我手内即本伊就讲，即个图是 more 吼，也是 stay， 就记的咧就讲，伊就转去啦。意思讲，你来找，你即马接要来找伊，人伊就转去啊，你来遮是要找啥？对无？人客就转去啊，因为请人客，人客食当然食饱就走啊嘛。你即马才要来遮找啥？你是要找啥？人客就转去啊。所以，迄个人客就转去啊，迄个图就是以日语来讲是 more 已经，也是 stay 即个讲法。是。嘿。我感觉后壁即句较容易理解。我都知影批袂到，我已经知影批还袂寄到吼。我都知影批，含我都知影 TOH 迄无共意思。我都知影批袂到，但是这即嘛人要会晓安尼用，我看足少诶吼。人客头拄仔都转去啦吼，好起来啦吼。你都讲要去，怎样毋去吼？你都讲要去，即我感觉吼，平常时你就算用 TOH 来表达即寡，拢是会使啦吼。只是讲，等你写 TO 甲 TOH 其实是无共意思啦吼。好，我无爱佫讲诶，太多吼，这讲袂了，袂尽啦吼。这就是我拄则讲诶，讲即种一字诶高一字诶，对啦、倒啦，还是拄则迄个呀啦吼。IA 第7声吼，我真正看着我头壳足疼，我毋知要安怎解释吼。迄有做愈简单诶，愈无简单。对啊，愈简单愈无简单。平常时用遮多啦，结果你要解释，我真正迄字我袂晓解释吼，因为伊有无共诶意思啦。直接对每一句内底可能表达诶意思无啥差，无啥共款安尼吼。但是咱母语是这吼，其实会大家会当理解啦，但是要解释袂起来吼。好啦，我看卖啊，大家今仔日甲读个煞，咱今仔日11啊读个煞好结束吼。时间呢已经超过啊，剩2分钟。迄头的内容你都也知影吼。来，马文。迄头的内容你都也知影。来，丽君。毋是你都也知影哦，咱来照伊这也写一读，你都也知影。你都也知影。嘿，是我毋是讲你讲诶毋对吼，平常时我知影足侪人拢安尼讲，都像芭比安尼读法吼。你拄则读拢是平常时咱拢足惯势安尼表达，但是迄毋是即只伊所要表达，伊即只所要表达是都吼。迄头诶代志，你都也知影吼，爱安尼读吼，才知影这是人注写文原本诶意思，咱来甲读出来吼。好来，嘿袂无客气。60，迄头诶内容，你都也知影。迄头诶内容，你都也知影。我有变调无吼？都对，我变调对啦吼，你都也知影是变调，读做第7声吼，变调第7声。来，Sunny，迄头诶内容你都也知影。迄头诶内容你都也知影。你甲读做倒啊 ，TOH 啊。你都也知影第7条，你都也知影。是，安尼读法才是对诶吼。OK， 咱继续吼。你打算也无爸兄通注意吼。来，芭比，你打算也无爸兄通注意。你打算也无爸兄通注意。来，玉文。你打算也无爸兄通注意。来，马伟。你打算也无爸兄通注意。丽君。你打算也无爸
足矣。是，袂要紧吼，逐逐读目睭，逐逐看，啊，你着出声，着逐逐念，倒会念。白话字就是安尼，你目睭倒会着，你绝对读会出来。当你读袂出来，表示你目睭无倒着，迄个意思，或者是讲你毋知影意思，所以你读袂出来。你人看我读较顺顺，我若拄着迄字吼，我从来毋捌读过迄个词，甚至写毋着太步吼，我着开始去迄搭着螺丝啊吼，都读袂出来，因为我毋知影意思嘛，所以我会读袂出来吼。好，来玉玲，你打算也无爸兄通注意。你打算也无爸兄通注意。好，我意思是讲目睭若读会出来，意思知影着绝对读会出来，这是白话字好处方便有些容易的所在啦吼。Sunny，你打算也无爸兄通注意。你打算也无爸兄通注意。来继续吼，我即个毋正姑，甲你答应就是。我即个毋正姑，甲你答应就是。来，芭比。我即个毋正姑，甲你答应就是。玉文。我即个毋正姑，甲你答应就是。马文。我即个毋正姑，甲你答应就是。丽君。我即个毋正姑，甲你答应就是。来，玉玲。我即个毋正姑，甲你答应就是。Sunny。我即个毋正姑，甲你答应就是。就是，我这个查一下就。无，你读对，嘿，多谢。读对，我只是要查一下即个词，就是啦吼。但你大词典嘛是敢若安尼解说，就是吼。啊，就是即个倒立的硬斗吼，要啥物叫做倒吼，就是拄则足侪意思吼。好，我即个毋正姑甲你答应就是吼。我即马才发现楼骹吼，除了tomato 啦，拄则到吼，其他的我即马才看着恁入来吼，真歹势，无甲恁邀请。恁若有兴趣吼，会当来倒阮读吼，一句像顶头安尼吼，拄则咱所读的。啊，这是你读白话字足紧的学习的方式啦吼。我相信像猫即马读白话字，即马应该写叫吼。啊，当然我知恁较惯势读迄个教育部迄套啦吼。你若有兴趣学白话字吼，欢迎你加入即个帮啊，阮逐礼拜即当阵会来读1点钟的即个白话字。甚至我咧想讲，我可能以后连weekday我来读好啦，因为我一直无法度读即个日人家写日字，到等我即马拢无法度看袂着吼，到即马嘛佫看袂着。拄则我试嘛是佫看袂着吼，所以我无法度读。我是要换 browser， 还是用 VPN 的方式？伊即马无确定你也是拄着啥物阻碍。browser 我用手机啊嘛看袂着呢，手机啊嘛看袂着嘿。我是讲我读会着啊，所以。我知恁迄边读会着，我即边拢看袂着啊。我毋知要怎读。VPN 还是 browser 无确定啊。啊对啦，这绝对是因为我伫咧国外的原因嘛。我原来用 VPN 咧跳转去台湾，都直接读啊吼，就无问题啊。我无买啥物 VPN。我会当试我公司的 VPN， 我等下试看觅啊吼。当然变成爱用公司只电脑来读啊吼。OK， 我再试看觅啊，若会使就用公司的 VPN， 以后改用公司电脑。啊，转来遮，我意思讲，你若有兴趣来学白话字吼，像安尼读法吼，我欢迎你加入即个帮，后礼拜则斗阵来读吼。啊，毋免惊吼，像丽君伊一开始会惊讲，我着白话字我看无豆芽菜看无。其实足简单吼，像丽君即马拢有法度，就是有法度家己读吼。真正目睭倒会着，你着有法度读出来吼。OK， 安尼到遮，我要来关房咯吼。感谢各位。感谢。感谢。
多谢阿公，多谢大家。感谢大家，再会。